百苗支系那么多，西部苗族中很多支系都被误称为花苗。今天我们来讲第一个蒙抓。前面姐妹说过，用所谓青红黑白花的他称来分类苗族是非常不严谨的，我们尽量尊重并用他们的自称。今天我们分享的蒙抓支系和上古的专西地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。苗族源自古东蒙人，蒙也是苗族的自称，专即专人或专地人，专人即是传说中的专顼后人。俗通义中说，专顼有子曰黎为苗民，故而有蒙专的自称，至今已经有6500多年的历史。蒙抓这支苗族一直守护蒙山之神，春秋时期在山东鲁国曾建立过专夷国，后被鲁国兼并。传统的蒙抓服饰含有大量复杂精美的几何刺绣，用黑色布带一层层围成典雅尊贵的高帽形状，下衣以青色为主，为蓝条围腰。不过今天各苗族支系间也互有融合，仅从外观上的辨识度已经不高，大家也不要纠结是哪个支系，了解来路不会一去路，那些走过的路都将成为繁花刺绣上的美丽底蕴。